我有的牛工资，我们当初说对那个那个是别说，但我是别对是到的牛工资，我们当初说对那个人都得跟着的，跟着到是脚后到啊，人都得跟着到给的婚宴，这样就的，我这做办的，等到这做些的，那我说很说的，我这个就做个办个做的，这那了也得。这你说这个这种多，但好像是没有工资了，当初做电脑的，你说要不正式了，多高用途个来用的，你说人家都得跟着的，给得跟着到这脚后知道，这么说很说的，我的你都搞办好多，也是喽。这那个大龙头干活也挺有工资，我当初做地的。你说人都是啊，你那种做毛事啊，你说真做让过去都这些骆驼这种，反正是就是人家都得跟人家给到这就知道的，没说很说的，我是就是到我办公室这那个大龙头办活也挺有工资，我当初做地上的，你说有我也。干活有干着有来有好有够人家咱们是就这个人都得跟着的给你跟着到这就知道人都得跟着到给你跟着的到这主然后这主这点么说很多都是就是如果我办公做喽那就是个这种大活也挺有工资了，当初就说地上的，我也注定啊也少啊也毛病啊，有点我不是这的，人都得跟着给你跟着到这就知道怎么说很多做户的事，就都搞办公做了也是。这如果咱弄的，但我也真有工资吧，当初就是说对那的，那有我你那不办菜呀，那不那不人家多，你那不干咱店家干是就是人家都得给人到这酒后知道我说很多人我这就是我办我做那喽。这那个咱弄的，但我也真有工资吧，当初就说对那的。我不是做难的，那干啊不得呀，不是做难的，那干呀不在都不满足，每次就是人，人都得跟着到这就知道啊，怎么说跟上都是就一顿我办我做那喽。那也这个咱轮到干活也都有工资吧，那都是说对那人，我不依不赖不活不够也不干些难的，那干不买不干不吃就是人呀。这酒的到这酒这到怎么说很受肉这就是那个办公做那喽。这那个咱们干活也挺有工资吧，当初就说对那的，我说你不麻烦啊，你说不少啊不录音啊不弄多不是就这个那这酒的到这酒这到到这到这做的没说很受肉这就是那个办公做那喽。这个那这个咱们干活也挺有工资的，当初就说对那人，说都给都提的，你那不是报真就个样，我都给都提是就这人家的酒的人到这酒这到，都得给人到这怎么说很多肉这就是我办公做那喽，做什么？老李要，他过路了。
cơ vậy? Tôi có cơ thằng cao suy vậy? Một
liệt là có thể cô để liệt là luôn là nó còn đâu coi có thằng coi để mình cho mình không về được không? Được, đấy là số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Mà